看过主将的消息来看副手的新闻，选战到最后阶段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的战鸟车队今日早起到新北市的树林，甲立委候选人苏巧慧做伙扫街，要把时间拼胜选。对手赵少康是回访台北市，风声讲这个主持人何良当初甲伊讲合作，一下手开喙爱30万，或者赵少康笑咧讲。后来嘛无付钱，抑过意愿接受邀请。过来是民众党吴欣明，即结束这个记者会了后，就开始台北市车队扫街行程，沿路呢拢对这支持者比爱心比赞，替大选做最后的冲刺。明仔载就是2024所谓总统大选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回访新北树林，替共党的立委候选人苏巧慧徛台。好，谢谢。两个人一出现，就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，像要握手翕相。边啊，也有一支外国的观选团特别到台湾观察大选。其中，甚至有萧美琴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。明天一定要出来投票，明天的票非常关键，影响台湾未来的路。大家一起站出来，一起加油，一起为台湾努力。国民党对手赵少康同款把握出这个好天气，等来到台北新海路扫街，嘛受到支持者热情的欢迎。伊嘛搁再压了进前上何良这部宣传，对方直接开嘴划价30万。我1毛钱也没有做广告，1毛也没有花。开始的时候，贺龙说我们上节目要30万，我本不愿意讲，你这样问，我们说我们1毛也不给，要钱的我们通通不上。哦，他还是邀请我们去啊。原来双方同齐合作，也有这段插曲。赵少康对选前真有信心，同款嘛真有信心的人也有伊。谢谢。走，加炸。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，外国媒体记者会结束了后，就随个赶到新北道车站，继续台北的车队扫街。不少民众拢抢要甲伊做伙翕相。跟大家打声招呼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吴欣盈和民众热情拍招呼。那日被三党继续把握最后的抗战，选择冲选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